子晚儿启用仪式倒数5秒，5，新营福源4，柳营鹿园3，盐水寿园2，南区殡仪馆1，正式启用。让我们掌声请响起，让我们所有贵宾请先留住我们。我们是全国起步虽然有点慢但是我们是全国第一个做到守陵市有电子挽流的县市这是第一个县市我们是第一个做到的。尤其在台北，在北部因为所谓九陵县他们没有所谓的和平堂守陵市，因拢是地国较有去咧听，地国以前拢是树林区。所以他们没有所谓的守陵市，因为这个电子挽流非常的容易，但克服万难在市长的一声令下，在各位议员的鞭策之下，我这搞了我们做到了但是大家知道，要建制这些电子挽流，开机的屋这个比较简单，比较困难的、更麻烦的是接下来如何的落实执行，这才是我们困难的开始我们会在各服务中心我们各个馆的服务中心，我有些宣导单。当家属大体进馆的时候，我们会加强宣导，辅导他们在他们的附文他们的附文上面印制，说那个接受仅接受电子挽流，恳辞传统挽联台南市是比较保守传统的地方，所以说对于新事物的接收，我们是努力在迎头赶上。那对于电子挽额的采用，其实我们在中北部早就看过了。那我其实记得在几年前，台南市才开始在大的礼厅上面才使用电子挽额。可是因为民众的习惯一时改变没有那么快，所以我们即使在用电子挽额的时候，这个传统挽联还是掉在前后还是掉了蛮多的。所以说表示说我们要移风易俗并不是那么容易。那也感谢殡葬管理所团队的努力，还有许多业者的配合，更感谢家属的配合。所以说这个我们虽然起步的晚，但是已经全面采用，事实上是蛮快的。从起步再到全面采用，中间的时间很短。那在经费上，我们可以支应的部分，现在市府也都全力支持。所以说，现在使用电子挽额似乎已经是蔚然成为风气了。接下来我们一定要要求业者能够在印附文的时候能够加注我们全面使用电子挽额，请敬谢挽联纸的挽联。那这样子对环境也是友善，对于这个费用也是节省。估计每年大概可以节省100多万幅的传统挽联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其实对于市民移风易俗，还有这个油污量的减少，还有空气品质的纯净，是有一些加分帮助的作用。